大家好，今日由我 Cyber 同大家示範一下，老師點樣用 Side 嘅試卷臨摹生成助手，快速製作新試卷。首先，登入 Side 平台，喺左手邊選擇 AI 助手，之後揀選官方提供，再點擊試卷臨摹生成助手。喺頁面下方選擇附件，並喺附加檔案上傳老師需要臨摹嘅試卷檔案。檔案成功上傳之後，只需要輸入臨摹生成，然後按送出。大約等2分鐘，新嘅試卷就會自動生成。試卷生成後，老師可以喺平台清楚見到整份新試卷。最後，老師可以直接按左下方嘅下載，將試卷儲存成 PDF 或 Word 格式，即刻就可以使用。透過 Side，老師可以大大減省備課時間，將精力放返喺教學同學生身上。如果學校想了解更多 Side 嘅功能，歡迎同我哋聯絡，多謝大家。